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下一個好經典嘅成語故事，叫做亡羊補牢。透過小綿羊咩咩嘅經歷，我哋會學到點樣面對同處理生活上嘅小錯誤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發現問題要即刻解決。故事發生喺一個綠油油嘅山坡上，小綿羊咩咩同佢嘅屋企人住喺一個有木圍欄保護嘅羊圈入面。呢個圍欄就好似我哋生活入面嘅安全防線咁，一直保護住佢哋，令佢哋可以安心生活。點知有一晚突然颳起大風，呼呼聲咁將個木圍欄吹破咗一個洞。呢個破洞其實就代表住我哋平時生活中突然出現嘅小問題或者漏洞，往往喺我哋唔為意嘅時候發生。危機終於爆發，當晚大灰狼就趁住天黑，由嗰個冇修補到嘅破洞轉入羊圈，將咩咩最錫嘅小羊妹妹捉走咗。如果當初及時修補，呢場悲劇就唔會發生。第二朝，咩咩發現妹妹唔見咗，喊得好犀利。佢終於明白，就係因為自己日冇即刻補好個圍欄，先至搞成咁。呢個時候嘅後悔係非常之深刻嘅。好彩旺旺安慰佢，話而家補救仲未遲。於是佢哋一齊動手，將個破洞補得結結實實，仲掛上小鈴鐺做警報。呢個行動就係我哋講嘅亡羊補牢。最後勇敢嘅旺旺帶住大家救翻小羊妹妹。從此以後，大灰狼再入唔到羊圈，咩咩亦都學識咗，發現問題要馬上處理，補救永遠唔會太遲。睇完故事，我哋正式嚟拆解亡羊補牢呢個成語。亡喺古文入面係走失嘅意思，牢就係羊圈，成句嘅意思就係羊走失咗，先去修補羊圈，其實仲未算遲。我哋對比一下兩種心態，拖延往往係因為覺得問題好細，心存僥倖，但即時行動就可以防患未然。咩咩一開始揀咗拖延，差啲釀成大錯，好在最後揀咗即時行動去止損。喺日常學習入面，點樣應用呢？例如默書寫錯字，唔好由得佢，即刻改正同練習。呢個就係學習上嘅亡羊補牢，下次考試就唔會再錯啦。日常生活都一樣，如果發現玩具或者用具有少少壞，就要快啲修理，唔好等到完全壞晒先嚟後悔。及早修理可以大大延長物品嘅壽命。其實每個人都會犯錯，呢個係好正常嘅學習過程。最重要嘅唔係你從來唔犯錯，而係你發現錯誤之後嘅態度。記住，只要肯去補救，永遠都唔會太遲。我哋總結咗一個解決問題嘅三部曲：首先要及早發現同承認問題，然後即刻諗辦法，最後要確實去執行，好似咩咩加個小鈴鐺咁，預防問題再次發生。總括嚟講，唔好因為問題細就忽視佢，萬一真係出咗錯，記住亡羊補牢，未為晚也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建立即時解決問題嘅好習慣，令自己不斷進步。